發佈會咧，哇陣容非常之盛大。完完全全香港製造嘅超級網劇反黑。全部演嘅都係演技派。張力同埋嗰個感覺係非常之好。細數近10年裏邊，呢個陣容都應該未出現過。帶你翻去回歸90年代嗰陣時嗰啲風雲色變嗰種情況，集合咗所有古惑仔起晒呢部戲裏面。2017全城反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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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城反黑。2017全城反黑，有真有瘋狂。